因为有泰山的天天的12代，顺行有钓鱼的人伫港口钓鱼的，在年的人流差的土路时常适合。港都的下主头可以来行行，色彩已无限。日头落山，街路上面风灯日白日白，水面就活洁白洁白，看得到海洋都市安布石头的美丽。前年也系沈阳市好朋友，行上码头准备坐船的游爱河。实系他甲 NDP 局3個嘅愛河，經過幾廿年嘅政策，漸漸係變作浪漫嘅代名詞，甚至本呢度高雄人吃到沙皮。一條見證港都發展嘅河壩，8個年前也上來一群行業喺啲愛河巡航。你們愛河沿線以前那個沼澤地啦，好多發那大把地，沼澤地，通常嘅灌溉啊，也嗰種嘅水準裏頭還蠻稀好，所以它荒地一片啊，它某年都要會開發。所以講呢，他講鄉親來到高雄市就沿着愛河邊來去定居。喺清朝時節，高雄市曾係南台灣嘅西港口。日本書嘅日本人為咗本高雄族變作海南基地來大力發展，起嘅縱貫鐵路發展海運。當到嘅人力物力來到鴉片，形成嘅高雄市一隻移民都市。客家移民要做得本作來自桃竹苗西過來嘅北客、台中東勢為主嘅中客，和高屏6隊地區嘅南客三大體內。高雄市客家鄉親喺人數嚟講差唔多有20萬左右嘅人啦，20萬左右嘅歷屆統計差唔多就咁樣。高雄市客家鄉親來自全台灣各地都有啦。早啲8個年前，因為北部較難落實，桃竹苗嘅行業想在海南來請一碗飯食，呢當然就變作高雄市最有實力嘅城中貨架錯嘅天農。做農需要當到人力，也因為咁樣，桃竹苗嘅行業一旦是吃窮客，其中三明區更加係北客最多嘅所在。你喺三明區嘅寶珠橋，有糖果你喺寶珠橋，以前你喺一片都是稻田，冇乜嘅房子，就這樣子，都你住我隔壁，我住他隔壁，就大家不分姓氏，就這樣子慢慢的定居下來，就是這樣子才會在高雄你喺三明區住下來。老北客但是喺農民來比，當事人為主，較有生理頭腦嘅總客。一開始就屬海南清爽機。當事人因為做了農嘅部分都種下菜地，真少出來冇辦法做農。大部分出來嘅種下嚟做工啊多啦，應講呀做生意。因為日本人後期他們1930年開始到2次大戰那段時間高雄做嘅南京的一個重要基地嘛，所以青島的工業產業開始發展，需要大量的那種的，比如講木材那相關的那種的工業人才以前呢，東勢那度鄉親佢之前大家嘅所在，佢嘅專長就係做木材嘛。因為頭擺高雄市正開發時節，萬乃在建設，需要當道嘅素材，拄好也係東勢行業最適行嘅。也係一個機會，呢度董事客駐啲高雄市經營起製材所，行下有啲嘅鄉親看準嘅高雄市為當地嘅發展，會行下接老順行嘅城鎮來協做上出簡易嘅運輸業，係成立嘅高屏地區最重要嘅高雄航運。董事實講咧對客家莊錢因為佢做嗰種嘅樟腦外貿啊，生意頭腦好，就看到咧有一隻契機佢就成立一隻高雄的自動車株式會社，自動車株式會社呢就專門經營那種所謂客運啦、客運啦、運輸，所以你喺高雄客運的大部分主要股東，也係按你客家董事客家鄉親。到目前為止啦，嗰種嘅木材業已經沒落啊，因講咧木材業仲係靠了進口嘛，本地嘅木材又冇啊。
所以讲木材业咧无那种钱嘛，无办法钱嘛啦。啊，咧种诶运输这方面吼，很多人很多做咧种运输业。出庭日本书嘅海南嘅董事客，喺1970年代嘅實體建設，總算中港一碟，一上來一碟有專業技術嘅董事鄉親。啊，咧種相片吼，都是俺到中港，俺到中國工地上班，吼，啊咧同俺到現場去做些，啊，同嗰種藝翕嘅相片。住喺附近嘛，工廠。啊，附近今晚到附近現場嘅機器嘅檢查。今年做退休工作，經驗60歲柯文哲，做係一個移民潮之一，係喺一拍拖嘅時節，呢到中港這條路。柯文哲既然啲高雄3件一擔40年，正見推表啲董事客嘅移民之路。今晚為了生活啦，啊，都有啲機會，都做邊個那啲機會吼，啊，都做10大建設嘛。啊，10大建設，嘛尋一條路嘛，就尋咗考試考到中鋼啦，都建考到中鋼，就講呢條到來2、7條路，啊，到來高雄以後呢，嗬，我牽頭到帶到中海部。老百合、中合移民嘅市場來比，離高雄市最近嘅6隊合，實係最密戰略縮細嚟高雄市，因為6隊體系呢度好嘅良田種作。一旦是唔想愛做生意，故所對經有移民實落意嘅高雄市，看來無乜嘅興趣。一直到1970年代，真有越來越多嘅南部客因為識公家法來移民。咁啊，客家人傳統上耕讀傳家，嚇對子女嘅教育非常重視呢，嚇啊非常重視呢，咧就算係中高級啊客家嘅知識分子，嚇就考了政府考試啦，嚇還有進到教育工作人員。讀師範學校，或是讀一個師專啊，來說啲事全部唔值錢，啊，學也唔值錢，試也唔值錢，啊，讀書也唔值錢，甚至有薪水好領。所以佢啊，做兵的也，不做現場特別多，都係咁情況。做公務人員呢，平均一張一太陽嘅差唔多。應該6000噸左右啦，6000噸，那明年算11嘛，7萬噸啊。實地國外讀工業工廠博士嘅張尚琪，本地一啲高雄市教書，有嘅機會放棄嘅教書，改做生意，可以化工健康嘅公司，拓出連江蘆渣都嘅鐵礦，外銷到日本，一間年營業額5億億元，人工幾百萬元嘅公司，因為調價嘅促進成分。上嘅呢度客家嘅員工。即係如果中意咁講嘛，要解滿起來。係啊，睇中意啲啊。中意啲行業。係啊，老闆啊，老闆。比如講係員工、係人員同埋聽數。那麼喺人員喺應徵嘅時候，講客家人都挺有限啊，佢唔是講嘅，所以我哋工廠裡邊幾多客家人啊？甚至上下游嘅廠商。有同樣專業技術嘅時節，也都會優先來用行業。喺整個嘅流程，或者喺邊間一個10批嘅時間，每天有幾多一個承包商啊，一個做機械啦，做一個工廠嘅承包商嘅過來，都多客家人都先用。也係一樣特殊嘅關係，本日就使到他鄉嘅行業，但是都係客家客，除咗他家第一3年期以外，將係做樣嘅採工業。鼓山區嘅良子里、高雄火車頭背後嘅太港街，早期都係高雄市首要嘅客家莊。高雄市面嘅差唔多38年、39年間下吼，啊採工莊了只莊吼，啊就係差唔多有30人戶嘅行業，條解因為行業就大廈多，就做咧採工莊，啊變成喺好多人為了因為行業溝通講話會曉得講客，因為來比較慢，所以好嘅蔬菜都變佔水頭比佔水尾，冇人愛啊！這樣潛到嚟，然後啲啲會落腳，啲生活，親戚湊親戚啊，湊好啦，啊，新鮮東西大概有5、60戶客家人添啦，一種嘛7、80戶人啊。二戰過後呢，當地嘅土著名嘅客家人啲台鐵這條路，因為台鐵呢，佢就搬到高雄市來做事。
佢哋係啲高雄火車頭背面嘅一個熟沙區，佢哋一張途中冇天氣嘅客家菜帶來一個味素。故說高雄市火車頭背面嘅太港街，也天天係變做客家傳統嘅起源。短短5隻公車就有3間客家傳統，也代表咗一個莊頭嘅人心心念念想着家鄉味。以前人家做茶樓行業都沒有你咧，那麼通宵那邊的，特別都行業吧，都來吃飯啦。除咗動作看到嘅主場超強勢，呢一片嘅客家傳統度，更加有移民都市嘅風格，融合嘅從南到北嘅客家菜。像水嘅超強啊，就米濃嘅啦，嗰啲水鳳啦，咪米濃嘅啦，客家炒就白鋪嘅啦。以前還有做那個豆酥鱈，客家菜豆酥鱈。天上咩打飛啊？咩打水鼓就邊？喺佢邊啊？佢媽邊啊？點喝茶？佢茶杯啊！佢茶杯啊！唔單止托家鄉面帶來高雄市，更加帶來故鄉嘅信仰文化。故所當然求得青年，啲高雄市亦看得到北埔客家莊頭體育嘅移民據點。有啲陸隊行業一開始啊，先移民呀。高雄市移民呢，它一定會有一個管理委員會，那個管理委員會的管理委員，你一查，90%全部新頭沒有隱私檔案嘛，他們認為這個移民呢嘛，都會贏得沒有？我哋那個沒有擺啊，我哋屏東我拍啊，如果民人有擺，我環西度大家撩到睇哩。呢種人正是為托家鄉嘅生活習慣帶到都市地度，像喺同市出世柯文哲，做啲寸土寸金嘅高雄小港機場巡學，可以一碟2分人嘅鐵，種嘅顏色種嘅長菜果子。冇一啲休閒，你裝休閒啦，上班有閒嘅時間啦，種菜啦，種啲菜瓜，菜瓜你種下絲瓜種起來咧，種大粒拍，茶邊特別拍。為了留住故鄉嘅感情，特質客屬同樣會，也係從蔡公里一條客家莊，都成立咗民謠班、觀樂班，改變感受對家鄉嘅思念。客家唱客家歌，識詞擺，講嘅沙都係普通話。你種子啊，你一個翕嚟種子啊。你啲咩大地人啊？我條啲都種子嚟。聽聽都市話，高雄市客家莊嘅小食，就見當然當下落嘢。民國78年嘅下是在17、18、19期嘅重劃期了後是了天座啊變身簡體。簽字過了台下呢，是動作，兩下吼，本來因隨公里，我聽我講38年個下30人附近，了變身有2萬人戶嘅。高雄市的土地哈，有增值然後政府的那個開發。有的被徵收掉了，有的被怎樣，公園、陸地什麼，這個難免為什麼不保留？我說，開發就是地價漲價了嘛，又不是自己的，好幾個兄弟的，不得不要分家產就是因為這樣子沒有辦法去把它保留下來。面對都市開發利益的壓力。本依度都市地度，當時看到嘅傳統客家貨房被拆拆，更加本依度頭擺考卡度生活困苦，移民到高雄天氣嘅行業，而從天下黑的蔬菜搬走，用資力最近就面臨一樣嘅問題。有機嘅太低咗啦，他而就用我做乜嘅用嚟好謝啦，行到細啲就用嚟就本一件啦，本當係冇自己度帶嘅，個女夫嘅嘢一般過用啦，我而家呢攤班工用嚟帶嘅幫人帶去。味道冇愛撥，前面一隻高雄市客家莊小食，用自己嘅人提出，愛托用自己愛和順打造變作客家文化行廊，本用自己嘅行業做嚟繼續留啲鴉片。所以我是講，呢啲咧就靠愛河嘅一
伊的写的什么客家文化走廊，类似，类似嗰種嘅淡水嘅文化走廊一樣嘅，種咧就是行銷果品地區嘅農產品，配合愛好嘅種嘅景觀是將來變到一個高雄市嘅一個觀光景點。太好了，哇！嗰種嘅高雄市有客家文化走廊。等於規劃分配給這種嘅地主，你假是喜歡做這個生意，你都出錢出多，你都了不起，唔做生意，那住宅你出去不100%合法，都可以，這樣大家皆大歡喜，又唔出理虧的。我較詳細的規劃啦。詳細的規劃不是不可行啦，我本身係非常支持啦。就講有樣型的文化客家文化走廊出來以後，對高雄市整體客家意象有非常深厚那種的一種加深的印象。高雄市有浪漫的港都風情，當江的都市工業，還有1道上面歷史和移民故事，係個無價嘅保存記錄嘅條歷史蹤跡。客家無天所謂的高雄市小說。